錦繡國際花城咧出新產品啦嚇，第5期嘅第4代住宅。咁呢一套咧係110平方嘅4房嘅單位嚇，帶大家參觀一下我哋嘅戶型格局啦嚇。因為錦繡國際花城咧一直都係坦洲嘅銷冠項目嚟嘅嚇，相信好多朋友仔咧有過嚟睇樓睇過坦洲樓嘅都聽過呢個小區，都睇過呢個小區噶啦嚇。咁呢一套咧佢直接係望住咧係成個湖景嘅嚇，可以見到我哋呢個 view 幾靚啊嚇！而且呢個小區咧發展咗成10幾年噶啦，樓下嘅商業配套咧好成熟噶啦，同埋小區咧又有熱子嘅巴士可以翻到香港嘅太子同埋荃灣嘅嚇。對第4代住宅有興趣嘅朋友咧一定要過嚟睇下我哋呢一套單位啊，實用率咧高達130%嘅嚇。有興趣嘅朋友 call 我過嚟實地睇樓啦。流着汗，攀過艱難萬險。